跟成80年代初嘅，啱啱就係赤鱲角起機場，咁就影響到赤鱲角上邊嘅盧氏小樹蛙。咁嗰個年代咧就以為係香港特有嘅，咁所以我個研究亦都係喺赤鱲角嗰度盡量拯救翻佢哋啊，人工飼養，跟住之後再放歸大自然咧，其實都係有個風險喺度嘅。如果唔得，咁點算咧？全部死晒咁點算啊？有時候睇新聞就話啲屋苑裏邊有啲蛙繁殖期叫，有啲人會覺得嘈，投訴，跟住管理處就會將個池啲水放走晒，以後都唔放水啦。咁我哋嗰個接受程度可以去到咁低，我哋同大自然嘅距離就越嚟越遠。當你建立到個關係，當你欣賞大自然嘅時候咧，好自然你就會知道邊啲嘢應該做，邊啲嘢唔應該做。